買103平就得103平，仲贈送頭先細細講嘅24平方米。咁其實換一個角度嚟講啦，大家我諗都睇咗我哋唔少介紹樓盤嘅片段啦。呢個大橫廳嘅造型6.2米嘅開間，其實基本上喺平時其他樓盤喺130至140平嘅單位先會做到呢個設計，係唯獨是自在城呢個樓盤，因為零公攤嘅原因，103平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俾你。咁可以講話性價比相當之高啦。咁單就係冇公攤相差嗰20到30平方米，咁已經以1萬蚊均價嚟講，就已經係20至30萬啦。加埋贈送嘅8年物業費3萬蚊，其實總共係慳咗30幾萬嘅。大家好，我係細細啊。Hello， 大家好，我係 J 仔。咁今日咧就嚟到華發天潤自在城呢個大樓盤啦。聽講呢個盤喎係今年賣得最火爆一個大盤喎。2025年惠州嘅銷冠樓盤啊。咁啊，講到呢個樓盤啊，先同大家介紹下開發商華發天潤集團先啦。華發天潤集團咧，咁就係呢個位於中國財富500強裏面房地產企業2024年排行嘅第11名。咁其實咧，亦都係呢個500強國企啦。咁其實佢呢間公司咧，由1980年開始已經喺房地產行業裏面深耕噶啦，直到而家今時2026年，咁佢都係有一個紀錄，就係0嘅爛尾率。換言之，就係佢開發嘅所有項目、所有樓盤都係可以正常交付嘅，咁反映到佢嘅實力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佢用嘅物業公司都係國家嘅1級資產金地物業公司。咁亦都係同大亞灣嘅網紅樓盤泰豐木馬湖同一間物業公司啦。係啊。咁其實可以睇到共同之處，一啲大嘅受歡迎嘅樓盤都會採取到呢間物業公司，咁證明呢間物業公司提供嘅服務亦都係相當之有質素嘅。咁佢嘅收費水準咧，物業費就係3個2一個平方米，停車場就分為月繳同埋年繳，月繳就係280蚊一個月，而辦年卡一次過交12個月咧，就係平均230蚊一個月。咁同大家講咗一啲資料性嘅嘢啦，咁其實我成日都咁講，資料性未必可以好實質性咁反映到一個樓盤嘅好與壞。咁攝影師後期可以幫我補個鏡頭啊！你睇到呢個入住率，其實基本上每一層都係住咗人嘅，入住率非常之高喎。咁其實入住率反映嗰啲咩呢？始終係業主真金白銀買翻嚟㗎，呢樣嘢係呃唔到人嘅。佢去使錢冇理由買啲差嘅嘢俾自己㗎，又唔係講緊100幾十蚊嘅嘢，係講緊幾十萬上百萬嘅買住屋問題。咁所以呢，咁其實呢度係最實質性咁反映到呢個樓盤嘅受歡迎程度同埋佢嘅好。咁依家我哋都睇得到咧，呢個樓盤下邊一啲商業都係完全開晒噶啦。咁依家我哋賣緊嘅係3期啦，1、2期係已經交咗樓啦，係交晒付啦。咁佢1、2期下邊啲商業都係所有都係有啦，可以滿足到我哋日常一個需求啦，即係係啦，藥店啦、錢大媽啦，仲有我哋一啲便利店啊等等，有啲食飯嘅餐館都係有噶啦。咁後期咧，我哋3期咧都係有。即係打造就係2.8萬嘅一個商業啦，係商業圈。咁啊，仲有一個農貿市場已經係起好咗，等緊招標啦。咁即係換言之，第時3期行落樓就有街市添啦。咁即係嘅話咧，我哋一個樓盤佢本身一個商業就非常之完善啦。咁除咗我哋呢個樓盤佢本身一個商業咧，佢去到咧即係話。去到無論係我哋嘅萬達嗰場啦，3公里就可以去到，或者係去到我哋惠陽1中心，又係3公里左右一個路程。惠陽嘅最高嘅地標建築物城建1中心。係啦，咁再去到我哋嗰個屏山都係4公里左右咧，所以話呢個位置可以話係大亞灣西區最中心一個位置啦。無論即係去到邊度4通八達啦路程。佢處於個中心位啊，東南西北都係一啲大點啊。咁其實去邊度都係相當之方便，所有周邊嘅配套都要享受到。亦都係去到東南西北頭先提及嘅4個大點，都係10到15分鐘嘅路程。係。咁依家講咗咁多，我哋咁啊，同大家介紹埋教育先。OK。咁其實咧，由華發天潤自在城行落樓咧，就有第3實驗學校啦。咁其實落樓就可以享受到9年義務教育。從小學到初中都係有嘅。除此之外，仲有3間幼稚園。係，仲有3間幼稚園。咁啊，選擇都相當之足夠啦。咁即係話佢嘅教育資源啦，仲有佢嘅生活配套都係相當之成熟噶啦。好，咁我哋而家嚟到小區門口嘅公交站。係啦。
咁啊，小區行出嚟2步路嘅路程啫。睇一睇呢條 M187號公交路線，我哋喺呢個位置自在城花園，目的地去到沙田地鐵站咧，總共係2、4、6、8、10、11個站。咁車長咧用時就係15分鐘左右，呢11個站就到達沙田地鐵站，可以轉乘14號地鐵線，落到去深圳各大關口，咁就可以返香港啦。咁總用時加埋呢程巴士咧，大概係1個鐘多少少。咁呢度我哋可以再睇下啦，可以喺門口搭316B 去到我哋嘅惠陽高鐵站啦。嗱，就係呢，我哋喺自在城花園2、4、6、8、10個站。10個站就到達惠陽高鐵站啦，大概都係15分鐘左右一個車程啦。咁去到高鐵站搭我哋嘅高鐵，去到我哋嘅香港西九龍咧，大概係1個鐘左右啦。費用係100蚊左右就可以翻到我哋嘅香港啦。咁啊，最後都係經常講啦，懶人必備。咁啊，預算充足嘅，咁啊直接叫滴滴打車啦。咁由呢度去到蓮塘口岸用嘅時間大概50到50分鐘，咁車費就係80蚊左右。咁視乎睇選擇邊度交通方式啫。咁啊，其實可以講話3種交通方式啊，翻到香港用時都係1個小時內嘅。係啦，非常之方便啦。咁講咗咁多咧，我哋去睇下呢一個樓盤到底點樣樣啦。咁翻到嚟我哋嘅山崎嘅門口咧，可以睇到咧呢個後尾呢個門咧就係我哋一個大門啦，有一種非常之氣派嘅感覺啊，俾你有種歸家嘅儀式感啦。咁你可以見到咧，由呢個大門行上去園林，咁其實都有大概20到30級樓梯啦。咁其實同出面嘅路面啊，係形成咗個高度嘅差距，咁有一種高高在上嘅感覺。咁我哋一齊行入去園林睇下。走。咁上到嚟園林咧，一入大門口咧，可以睇到咧呢個門口兩邊係有2棵大嘅羅漢松去迎接緊我哋嘅喎。咁除咗呢2棵羅漢松咧，其實整個園林係有超過30種唔同品種嘅綠植嘅。咁啊，講完呢啲植物啦，咁其實見到我哋前方咧係有一個1000平方米嘅游泳池，哇，非常大喎！亦只係園林中嘅其中一個，總共有2個游泳池嘅，再加埋整條環氧跑道啦，可以講啊，呢個園林係集齊咗運動健身、觀賞怡情、新鮮氧氣於一體。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位於嘅3期啊，其實交付咗係只係半年嘅時間啫。後面嗰度已經係交付啦，係已經係有人入住咗超過20%啦。咁呢個入住率都非常之高，非常即係話交樓先半年就咁多人住入嚟喎，反映到佢嘅受歡迎程度啦。咁啊，而家嚟到56棟，我哋上去睇下呢3個戶型啦。係同大家好上到嚟7樓啦，見到係2部電梯，1層5戶，2梯5戶嘅造型。咁我哋而家先去睇睇87個平方呢個3房呢個單位啦。聽講咧，佢87平方咧做到3房2個廳，可以做到2個洗手間喎，因為佢贈送面積非常之多啦。咁我哋入嚟啦，睇下呢一個交付嘅指紋碼鎖都係有噶啦，標配咗俾我哋，標配俾你噶啦。咁入嚟咧，我哋睇睇後尾呢間房間係全贈送俾你嘅喎。咁啊，全贈送呢個詞語係咪好陌生啊？咁啊，因為咧自在城係數一數二做到接近零公攤面積嘅樓盤啊。咁啊，相對嚟講，佢贈送面積又會特別多啦。呢間房就係1蚊都唔使，開發商全部係贈送。即係話等於話係呢個戶型係做到100%一個實用率啦。使用率係100%嘅。使用率。咁行到出去咧，就係我哋一個經典嘅一個餐廳同客廳一個連住一個樹廳嘅戶型啦。咁我哋餐廳嘅位置咧，呢度放張4人嘅餐台，放咗4人嘅長方形嘅台啦。係啦，咁直接入到嚟呢度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呢個廚房可以睇到咧，87個平方做到呢個廚房都係長 L 型嘅設計，都係可以同時容納4、5個人喺入邊都係冇得逼嘅喎。方太嘅抽油煙機，到時交樓開發商去配備埋方太嘅爐具，2件都已經標配到俾你哋㗎啦。咁啊，然之後見到仲有窗戶嘅明窗明廚，保證咗通風啦，唔會有空氣污染嘅問題。呢度仲同你預留咗一個雙開門雪櫃嘅位俾你啦，再搭配埋呢個我哋一個面板，可以睇到一個係淺灰色搭配一個白色嘅面板咧，睇上去呢個風格咧比較柔和咯，特別光猛同埋燈光射落嚟。咁啊，講完呢個餐廳，講個客廳。第一講客廳嘅佈局之前咧，我想攝影師俾個鏡頭影一影呢個白色呢個窿窿，同埋呢一個窿窿。咁呢一個咧就係自在城採用嘅雙新風系統啊。係。咁啊叫做雙流新風系統。咁其實佢嘅用途係咩咧？首先佢可以不斷引入新鮮嘅空氣入到室內，同時將室內受污染嘅空氣排翻出去。咁個工作原理就係利用咗空氣中間嘅壓力差，去做到呢個
引流同埋排翻個污染空氣出去嘅效果。咁佢出嚟嘅效果就係可以做到降低咗甲醛同埋異味啦。咁啊同時佢仲有一個恆溫嘅效果嘅。咁啊當室內嘅溫度過熱咧，佢就會將熱空氣排翻出去，將冷空氣抽入嚟室內。即係話咧，我關埋晒啲門窗咧，我入邊呼吸到嘅都係新鮮空氣。咁成個系統咧就好簡單啫，只需要係將室外嘅呢個濾芯定期更換就可以㗎啦。咁可以講喺惠州裏面用到呢套雙流新風系統嘅樓盤，我都係第一次聽啫，非常之少，我係第一次聽嘅，反正。咁你睇睇呢個客廳，其實咧有冇頭先我哋喺度講緊嘅時候，會感覺到呢個客廳係比平時呢個80幾平方睇上會闊啲咧，因為佢嘅開間咧係去到3.8米嘅。因為平時喺我印象中咧，一般發展商做到呢個面積咧就係俾到你3.5米嘅開間啫，但我感覺到佢個廳係特別闊㗎。咁啊都係老生常談啦。呢度擺張4人梳化，中間擺張電視櫃，細企嘅位，電視牆下面擺個電視櫃都係 OK 嘅。中間擺張茶幾，講錯咗，唔係電視櫃，茶幾。完全咧，你行入行出咧，空間都係已經夠晒用㗎啦。咁行出去，我哋連接住一個朝正南方向嘅一個陽台，陽台個空間都係唔細啊，而且可以直接望到我哋望嘅係泳池同埋園林嘅景觀。咁後期呢一部分咧就會建設完就唔係咁嘅面貌啦，咁啊會有綠化啦，同埋會有其他嘅樓宇繼續起。可以睇到咧，我哋遠處咧係有我哋高鐵經過嘅一個高鐵線係經過呢度啦，所以我哋開發商係考慮到呢個驚會有一個噪音嘅問題啊。我哋配備呢個門咧，雙層中空玻璃啊，隔音玻璃。聽講咧，好多業主都話咧，完全咧即係隔音效果係非常之好。咁見到我拉呢對趟門都係比較厚實嘅，係要用啲力先拉得喐嘅。好啦，咁我哋轉身再嚟睇睇我哋呢邊嘅休息空間，仲有另外2間房啦。除咗頭先贈送嗰間房啦，咁入到嚟先嚟睇下我哋呢個客廁，佢係做咗3段式一個分離嘅一個設計。咁啊，到時交付之後咧，開發商會配備咗呢對玻璃趟門啦。咁其實室內空間都係足夠嘅，轉身冇問題。包括廁所仲有窗，咁啊，空氣流通問題都解決咗啦。咁啊，然之後呢度洗手盆就喺出面，咁啊唔去廁所同埋洗手啦。咁啊，最主流嘅3段式乾濕分離。唯一咧想講下呢個洗手盆俾我感覺有少少細嚇。呢個升盤應該可以做大少少。係啦。轉身入嚟到我哋呢一間房，又係發展商以陽台佈置嘅方式咧，係贈送一半面積㗎，即係話頭先嗰間係全贈送，呢間又送埋一半。咁啊，半贈送，即係我哋平時講嘅陽光房啦。係啦。咁但係佢仲有好處就係開發商已經幫你做埋封窗啦喎，咁後期係節省咗呢個時間同埋裝修成本啊。係啦，咁。全部加埋咁講嘅話，3間房送咗1間半俾你，加埋陽台一半嘅話，一個面積總共係贈送到17個平方俾你，係相當之多㗎。等於你87平方，其實係等於買到你104個平方咁大細嘅一個單位啦。咁轉身我哋嚟睇睇呢，最後尾我哋嘅主人房係帶埋一個頭先我講嘅，帶埋一個套廁俾你㗎，即係帶埋一間洗手間。咁啊，睇睇主人房嘅套廁又係做咗乾濕分離嘅，咁啊空間絕對足夠啦，轉身2個人喺度都夠晒空間，包括到時標配埋嘅發光嘅鏡櫃啊、升盤啊、窗戶，所有嘢都係有齊晒。咁我哋主人房休息空間呢度完全係放得落2米嘅一張床啦，再做埋成排嘅衣櫃，呢度咁闊嘅位可以做埋咧成排一長嘅一個梳妝台啦，都係足夠噶啦，完全係啦。呢度擺到頂衣櫃，空間好運用，同埋景色都係非常之開闊嘅，又係朝南向嘅，咁啊冬暖夏涼，陽光曬得入嚟。同樣你瞓喺床度都係望到園林嘅景色，特別舒服。咁呢一個單位咧，可以話咧，即係話等於你87個平方，贈送17個平方，相當於係話買到人哋104個平方咁樣大細嘅一個單位。咁佢嘅價錢咧係去到即係話單價咧9000蚊左右，然之後咧佢嘅首期係俾到12到13萬，月供係2800蚊左右就去用咗呢個。咁就可以搬入嚟啦，買傢俬入嚟，咁就拎包入住啦，等於。咁即係可以睇到87個平方咧，做到3間房都咁大，客廳做埋更闊俾你，仲最緊要係帶埋2個洗手間。如果你覺得你中意呢個戶型，3房夠你用啦，咁你就買呢個戶型啦，就直接 OK。咁其實我哋係仲有一個106個平方係改善型嘅，係做到4房啊，係同呢個戶型一樣啊，即係相當於呢個戶型嘅升級版啦。多咗1間房。咁啊間隔一樣，多咗1間房，咁屬於改善型嘅戶型。如果
屋企人數比較多啊，需求大嘅對於房間咁可以考慮嗰種戶型。咁啊，但係戶型接近啦，我哋就唔帶大家睇106嘅戶型啦。我哋而家帶大家去睇103平橫廳另一種設計嘅戶型，南北通嘅戶型。好，我哋就去睇下。好，咁頭先睇完87平方米嘅戶型，咁依家我哋嚟睇下呢個103平方橫廳嘅一個戶型啦。咁啊做到4房2廳2個洗手間，係啦。一入到嚟獨門獨戶嘅設計，咁呢啲空間擺個門口擺鞋櫃，呢度擺啲綠色植物啊，擺啲雜物，任你自己使用，唔好太過分就 OK 啦。咁啊入到嚟標配嘅指紋密碼鎖啦，已經係配備好俾你啦。裝甲門喎。咁啊先入嚟睇一睇呢間房，重點介紹下。呢間房大唔大啊？大概有15個平方應該係有吧。咁如果我話俾你聽，呢間房係送俾你嘅，吸唔吸引？1分錢都唔使。1蚊都唔使。咁點解咧？因為自在城呢個盤咧，佢係做到真正做到零公攤面積嘅接近。咁咩意思咧？即係你買103平呢個單位，就真係得到103平。又或者贈送面積多，係啦，贈送面積多，又或者換個角度嚟講咧，就係等於你呢度買103平，就等於買有公攤面積嘅130平嘅單位一樣。所以你會睇到呢間平時贈送嘅房冇可能有咁大，呢間係正常客房俾錢買大細嘅。最多啲樓盤有啲都係贈送一半嘅啫，唔會話送成間房俾你咯。呢個係佢一個特色咯。又係睇你點樣用啦。咁呢度擺張床，攞嚟做電競房，擺電腦台啊。攞嚟做客房雜物間都係 OK 嘅。呢個房間相當於一個客房咁大，你話你哋做其他房間都係嘥晒喎，咁大間房。咁啊，然之後入到嚟門口客廁啦，到時交付又係會有乾濕分離嘅，咁轉身絕對足夠空間。咁啊馬桶啊、星盤、鏡櫃帶燈嘅已經配備好俾你啦。咁啊同時窗戶啦，保證個通風。咁再入到嚟，有冇發覺我哋呢個位置咧係預留咗一個玄關啊，可以俾你做鞋櫃嘅位置啦。又或者係你如果係做喺出邊鞋櫃嘅話，呢個位置又可以話雜物櫃啦，係啦，放我一個儲物櫃都可以啦。或者係全身鏡可以出門整理下儀容都係 OK 嘅。咁你再嚟睇睇，我哋一入嚟咧，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廚房嘅位置喎。咁啊，又係 U 字型嘅設計咯。咁啊，到時交付之後咧，咁開發商會補翻個爐具俾你嘅。咁用嘅抽油煙機同爐具都係大牌子方太嘅牌子啊。咁啊，然之後星盤呢度係備菜嘅空間，下面嘅一啲儲物嘅櫃啊、櫥櫃都係做咗俾你噶啦。預留埋呢個咁大嘅雙開門雪櫃嘅位。雙開門都唔止啊，3門都有機會擺到啊，細3門。咁啊，然之後一到一出嚟就我哋一個大橫廳呢一個。戶型應該係呢個廳係有6.2米6.2米嘅開間，係咁啊！其實好少見到話喺103平嘅戶型係做到大橫廳嘅。大橫廳呢個設計點講咧？點解會咁受我哋而家啲咁多年輕人嘅中意咧？係因為咧，第一佢咧俾人感覺就特別大氣，而且咧佢直接係話冇一啲走廊位嘅空間，浪費嘅空間都冇，係即係你俾錢買嘅全部都用得上嘅空間。直接話呢度擺張6人位嘅餐台，直接望出去我哋呢個飄窗嘅位置，再過嚟咁啊，視乎你餐台幾大啦，梳化可能係大呢個距離啦。梳化呢個位，其實呢個設計咧係比較早期之前咧係我哋香港咧係特別受歡迎嘅主流設計。係主流設計。咁啊呢度擺茶幾，呢度擺電視，咁正常嘅餐客廳設計啊。咁啊然之後睇睇個露台。咁露台咧，其實都係呢個單位另外一個大賣點。呢個單位係南北通透嘅戶型嚟嘅。咁只不過嗰邊嘅露台咧就封咗嚟做一個陽光房啦。我哋睇睇呢邊露台，望出去就係我哋泳池嘅一個景觀。下面見到2個泳池啦，一大一細。咁前面仲建設緊，之後建設好絕對唔係呢番景色嘅。咁就呢個露台又係正常呢個位做一個洗衣機、乾衣機啦。咁啊，擺到茶几，擺到搖凳，做晾衣架，可以種少少花，做啲綠植。而且佢係呢個係雙層隔音玻璃啊！隔音玻璃畫得好重喎，呢個質量係應該係非常之靚啊！咁啊，因為始終前面都係有一條高鐵會經過啦，咁其實開發商都照顧到呢個問題咧。外牆係用4層中空隔音玻璃嘅，咁而裡面嘅玻璃全部都係雙層中空隔音玻璃，
咁保障到噪音嘅問題啦。咁用材用料都係落咗重本嘅。咁同埋都唔使特別擔心，因為高鐵咧係去到晚上11點就停止運行㗎啦，就唔會話打擾到你休息呢個問題。哦，係啦。咁我哋再嚟睇睇，我哋一入嚟呢個廳對面呢度係有一間房間嘅。呢間房間都係好大，有12個平方左右啦。佢直接係成面嘅一個飄窗啦。咁啊，景色就唔係特別好望街景啦，中規中矩啦。但係勝在房間間隔夠四正，好運用，方方正正。咁嚟到我哋依家又話呢一個位置又係開發商係以一個陽台佈建嘅方式，佢相當於其實又係贈送一半嘅面積喎。即係平時我哋講陽光房啦，但係咧你會見到開發商已經幫你做好埋封窗啦。我哋平時啲陽光房係要後期業主自己自費封窗㗎嘛，呢度已經幫你做好咗，慳埋一筆費用啦。係啦，咁啊做一間房間，你如果人多做房間，人少嘅做一啲音樂室啊、待客室、茶室。做麻雀房都 OK 嘅。4間房，一間全贈送，一間半贈送，即係相當於你真係完全好多都係贈送嘅喎，唔使自己使錢買嘅。咁啊睇埋主人房，睇一睇個主人廁所先，同客廁係一樣嘅間隔嘅，到時又係會有玻璃門做埋乾濕分離，空間係絕對足夠嘅。咁2個人，一個沖涼，一個洗手刷牙都係夠空間嘅。嚟到呢個轉角呢個位置，翻到我哋休息空間咧，咁呢個位置咧完全可以放低2米嘅床，都係足足有餘嘅喎。咁啊，靠牆可以做雙人嘅到頂衣櫃啦。後期自己加啲衣櫃，加啲梳妝台啦。咁啊，角落頭啊擺張化妝台，女士可以用。而且都係朝南向望我哋個園林景色、泳池景色嘅喎。咁採光亦都係相當之好。咁其實整體呢個戶型。咁啊，優勢就係贈送多啦，南北通透啦，大橫廳一個好氣派一個廳嘅一個設計。咁呢個價格咧係會比頭先我哋睇嘅87平方呢個價格稍微貴少少㗎。咁均價去到1萬蚊左右一平。佢嘅首期咧大概係去到俾到15.5萬左右啦，每個月淨係供3600蚊。就可以搬入嚟啦，就可以擁有呢個單位啦。再添置啲家私家電就直接住翻嚟啦。其他嘢都係所見即所得嘅。總結嚟講咧，咁呢一個戶型相當於係103個平方，買到咧就係103喎，係完全係冇公攤㗎。而且即係話咧，頭先我哋睇咗4間房啦，一間房係全贈送嘅，一間房係贈送一半，再加埋我哋陽台贈送一半，所有飄窗係全贈送嘅情況下咧，佢一共係贈送到24個平方俾你㗎。呢個咧相當於係你話。你去買嘅話，相當於20幾萬、30萬嘅一個價錢。以1萬蚊均價嚟講，就24萬啦，俾多啲。所以話呢個係呢個實用率係非常之高㗎。咁講咗咁多咧，其實咧依家從呢個月開始咧，發展商咧係做咗一個限時嘅新春優惠俾到大家嘅，即係話咧係贈送8年嘅一個物業費，係俾到大家相當於係慳咗3萬幾蚊㗎。咁啊呢個活動就唔知幾時結束啊！大家有興趣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同埋咧，個人嚟講咧，我係非常之推介自在城呢個樓盤嘅。點解咧？因為零公攤面積，其實公攤面積喺呢幾年咧係一個好受爭議嘅一個話題啦。即係好多業主會覺得憑咩我俾錢買一啲唔屬於我嘅嘢咧？你咩園林又話公攤，出面走廊又話公攤，其實都唔關我事嘅。又或者係有啲樓盤嘅公攤特別大，我哋買個100平方，淨係得返個70零平方。係啊。咁其實呢個樓盤就完全避免咗你哋呢啲顧慮啦。你以呢個單位嚟講，買103平就得103平，仲贈送頭先細細講嘅24平方米。咁其實換一個角度嚟講啦，大家我諗都睇咗我哋唔少介紹樓盤嘅片段啦。呢個大橫廳嘅造型6.2米嘅開間，其實基本上喺平時其他樓盤喺130至140平嘅單位先會做到呢個設計，係唯獨是自在城呢個樓盤，因為零公攤嘅原因，103平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俾你。咁可以講話性價比相當之高啦。咁單就係冇公攤相差嗰20到30平方米，咁已經以1萬蚊均價嚟講，就已經係20至30萬啦。加埋贈送嘅8年物業費3萬蚊，其實總共係慳咗30幾萬嘅。咁啊，視頻就嚟到最後啦，講到呢度。咁啊，如果覺得我哋講得唔錯咧，影片上面有2個 QR code，大家可以透過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去添加我哋嘅帳號，又或者直接撥打我哋嘅手機號碼。
咁我哋灣區置業咧喺全惠州都有做代理嘅。咁如果大家想關注到我哋惠州咁多嘅樓市咧，我哋咧係可以會揸車到深圳嘅各大關口去接送大家嘅。咁啊嚟到惠州睇更加多嘅樓盤啦，為大家爭取最大力度嘅優惠，以最低嘅價錢買到最高質素、最有性價比嘅樓盤。咁啊同時覺得我哋講得唔錯嘅，可以 subscribe 訂閱我哋嘅 channel， 持續關注我哋啦。咁啊又或者覺得我哋有咩講得唔好、不足或者講漏咗嘅，可以留言或者私信話俾我哋聽，等我哋下次做好啲啦。咁就唔該大家幫忙點個 like 係啊，俾個點讚。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差唔多啦，下期同大家再見，拜拜。